J.W. Anderson 嘅手袋係品牌其中一樣最標誌性嘅商品 ，Pierce Bag、Bumper Bag、Cap Bag 及 Loafers Bag， 每一款袋都各具設計特色，辨識度極高，係各大潮流時尚人士必搶嘅爆款產品。除咗爆款貨品之外，品牌亦都積極參與唔同嘅跨界聯乘合作，拓寬時尚邊界。當中同 Uniqlo 分別於2017年同埋2024年兩度聯乘，將先鋒設計帶入大眾市場。及後亦同 APC、Versus、Moncler 同埋 Guinness 推出聯乘服飾，引發一輪又一輪嘅搶購潮。除咗服飾品牌，亦都同 Converse 及 Wellapets 推出聯乘鞋款，當中以2023年同 Wellapets 嘅聯乘最為特別。J.W. Anderson 將戴安娜王妃曾經為孩子購買嘅青蛙乳靴放大為成人尺寸，亮黃色、綠色同藍色嘅橡膠鞋身保留蛙眼凸起同譜狀紋路，搭配 J.W. Anderson 標誌性嘅不對稱剪裁，引發社交媒體復古萌潮，被 ID 雜誌評為最具話題性嘅跨界設計。Jonathan 嘅設計嘅華麗又大膽獨特，吸引唔少中外明星着住，例如 Harry Styles、Billie Eilish、Rocky、Naomi Campbell、Lewis Hamilton、Rihanna、Venus Williams、Sabrina Carpenter、Timothy Chalamet、Ricky Maru、Chikada、Jennie、李宇春、李治廷、林家謙等等。喺商業策略上，品牌自2013年獲得 LVMH 集團46%投資後，加速全球化進程。截至2025年 ，J.W. Anderson 喺倫敦、米蘭、紐約、東京、香港等全球核心城市設有獨立門店，並入駐各地唔同嘅高端買手店。J.W. Anderson 嘅成功源於其在商業與創意間嘅精準平衡，既保持獨立設計師品牌嘅先鋒性，又通過 LVMH 嘅資源實現全球擴張。從北愛爾蘭鄉村嘅迷彩布料工廠到祖母嘅手工針織，品牌將日常生活轉化為設計靈感，傳遞時尚源於生活嘅理念。Jonathan Anderson 曾經坦言，醜陋對我嚟講先至係全新嘅。呢種對常規嘅挑戰，俾 J.W. Anderson 喺17年間始終企喺時尚革新嘅前沿。最後值得注意嘅係，剛由 LVMH 集團董事長 Bernard Arnault 親自喺股東大會宣布 ，Jonathan Anderson 確定接掌成為 Dior 嘅創意總監。首場 Dior 大秀將喺2025年6月登場，大家要拭目以待啦。